要创啥？这个好啊，阿大，哈，既然来啊，欢迎光临。虽然讲我唔知影恁一摆接一摆来阮厝的目的是啥，也毋过，既然是阿大的朋友，嘛免算讲是我的朋友。这哈，阿大，这哈，为着也人发生遮尔济令我嘛感觉莫名其妙的代志，我看我嘛有需要了解一下。来者是客，大家请坐。这，请。哦，多谢。过来，准备宵夜。是讲安尼刚好势。你唔免客气。安尼吼。这等我哪呢？而且，真歹势，这间厝较旧淡薄，所以电力就较足，你唔通见。安尼吼，这是敢若电较足啊尔，啊你是咧惊啥？较无胆，歹势啊。对啦，我恁小姐姐，我起来换一撮仔先。哎呀，无用这你。我管他卖吃，顿了。大姐夫，妥妥坐落啦。阮娘啊做人哦袂歹，伊即摆交代靠人去传宵夜，你无甲食，伊会生气呢。对啦，啊等人迄宵夜都传落去啊，若无共食会切着人的意思，你知影无？都对哦。惊啦！你在倒啊？我伫遮啦。我来失去啊，我会惊。别惊啦，来开喙齿转去啦。啊，喙齿转去哦。哎呦，水字啦，别惊啦。哦，是，手我干净了。哦，伫遮。哎呦，你说有够无效，你知影无？干那一个失电啊尔，你安尼惊甲哀哀叫。查甫囡仔比迄查某囡仔较无路用，你看人秀玉啊，偌有胆，一个失电吼，啊拢无像你哀甲安尼，你是要哪甲人？啊，秀玉啊，秀玉嘞！你食哪一只咧？嘿，阿奶阿奶，快紧来，快紧，紧找，找秀玉啊，快啦！秀玉啊！小玉哎，小玉啊，小玉哎，哇，小玉啊！这下要安怎做无啊？我要安怎着？这是什么所在？这有鬼无？莫惊，莫惊。差不多，你是在喊人上，明明涂骹都通通，你就讲伫咧遮。无啦，我明明快昏倒伫遐，哪会知影囝都无看？你真是有看伊昏倒伫咧遮？有啊。可能精神起来看，搁找看卖。好，找较清楚。小鸟小啊，啊，小鸟啊，小啊，哎，
大金波啊，出动的啊！救命啊！大金波啊，出动啊！小强，小强，哎呦，你醒醒！小龙啊，真是伫遮拄着咧。你是咧讲啥？迄人明明就伫遮，啥物甲我讲伫地下室的？足奇怪呢！我明明就看在地下室，啊，怎么哪会变地下？会变，遐奇。小龙啊，精神啊，小龙啊，小龙啊，小龙啊，精神精神。小龙啊，哦，精神啊，有要紧啊无？我头出讲的，头壳戆哦，哎呦，是安那哪会安尼啦？我刚知影电话失去，后来我就讲去，啥物拢唔知啊。啥物？你啥物拢唔知哦？这间厝足恐怖的呢。奇怪呢，哪会发生这款奇怪的代志哈？我看这间厝吼，一定是有猛算的伫咧变鬼。大金波啊，无啦，但阮娘因这间厝哦，内底是偌年清气想咧，问算的，迄无可能。这摆你无可能，啊无手脚哪会无代无志就无去，啊佫无代无志都变出来。哦，我知影，你咧对恁朋友讲话，一定是你昨暝咧变鬼的吼，啊无你若拢袂感觉恐怖。但你是咧话讲你倒会去？恐怖，有啥通恐怖啊？啊，这间厝哦，我自做囡仔哦，逐工嘛来遮佚佗，哼，胆量，那我阿呆胆量哦，在咧，唔是贪像你啦，鸟鼠啊打，死一个火就真啊！三，嗯，我看这间厝吼，正经无倒动，咱来走啊！你来走。是安怎要走？是毋是阮交代不周？靠啦！唔是安尼啦，唔是安尼啦。我知影，一定是靠啦萧爷主上办，互恁等伤久，所以恁才要走，是毋是？无咯，这是。靠啦！靠啦！你是咧创啥？煮一个萧爷煮遮尔久，即摆人客要走，你卖啦，卖安尼啦。你卡过来！迄是咧人咧讲啥？袂吼，慢咧啦，小可代志，你甲靠啦安尼，我心肝电都艰苦啊！这无好好啊，甲教示一下要哪会使？唔免啦，等年岁遐尼济啊，要搁甲教示，歹看啦。当这也无啥物代志啊，对无？看我的面子，刷刷去，刷刷去啦。刚才这位大太替你讲一下，啊那，我就要互你好看。像你老太太，人还袂嫁翁呢，阮大家拢叫伊大金婆啦。大金婆啊，就是庄仔内真出名迄个大金婆。哎呦，无影啦，哪有影出名？是讲大家拢捌我安尼啦。失敬失敬，歹势。可能要毋就去泡茶。请。请。三，安怎啦？莫搁坐啦，咱来转啦。哦。等下，都已经遮尔暗啊，我看恁就到遮大食，好好款待一下。啥物？要大只嘛？要哪会用的啦？是安怎袂用？都对，大是安那咧袂用的。人主人遐尼啊生意伫咧甲咱留，啊大就大，毋则袂切着人的意思。好啦，歹势，无阮就到遮甲你作一暗啊。三，真正要大？大咧。假使要大吼，咱大家爱困共间哦。嗨，等你讲这是啥物话？迄男女授受不亲的，后白来。这恁唔免烦恼，我遮房间真多咧，恁一人住一间，阁有剩。安尼吼。快来，准备房间。请。行。三。行。你就行。三，真的遐尼暗啊？哎呦，免惊啦。哦，这间要你住。你。三，我会惊。哎呦，你哪会遮尔无路用啦？恁查甫囡仔遐尼无胆量，你惊啥？我会惊咧。阿呆，我差要做伙困啊吼。哎，
你这歹困，谁要甲你困啊？我要家己人困一间啦。啊，人就敢困，你就唔敢困。我会惊。哎呀，啰嗦！你咪。是安怎啦？啊，你个坏囝！哎呦，你受够无效咧！免惊啦，三个在你的对面，若有啥物代志，你甲我喊一声，啊，我就有听的嘛，免惊。我话你有听啊？你哪有听咧？会啦，你咪。哦，这叫咩？小狗个。多谢你啊，你门就关好哈。我知。晚安。好啦。哦，这叫咩？你做。我到家好。阿呆，较早困的哈。好，晚安。多谢哈。是透透的。穿红衫滚头嘛比过日，可爱小阿娘今年是几岁？请问阿娘啊，不知家翁也陪。是透透的。你就听到透透的声了。我听到。快快！啊，你真是拢无看人，哪呢嘞？透透的。大师傅，拢无呢。都无啦。快紧，我继续吹，我吹。大师傅，我看吼，我四界来找我嘛啦。你去楼骹吹啦，快紧，会收工啊，咱继续搁吹。偷偷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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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偷偷的。好啦，你快偷偷的咯。啊？无。啊，这偷偷是走去倒位啦？偷偷的，偷偷的，偷偷的，偷偷的。哇，你有看无？无啊，奇怪，哪会安尼嘞？奇怪，听伊喊一声，咱随无去啦。是啊，无可能离开房间，我让咱想较清楚的。哎呀，哪会真是拢总找无咧？是啊，那会遮奇怪啦，那可能无去咧。大师傅，大师傅，大师傅，你找我？四界找透透，拢找无。真是拢找无？啊！哎呀，哪会安尼嘞？啊！偷盗的，偷盗我你来出去。啊！偷盗，偷盗，哦，偷盗，啊，哦，偷盗，偷盗，你哪这么重？偷盗，偷盗的。偷盗，你做安尼家叫伊袂精神啦？偷盗。鬼啊！鬼！都有鬼啦！这啥毒啊？第三毒？哎呦，你是看对倒会去？三毒内面若无半项啊，哪有鬼？你哦，就是甲我安尼乌白想啦。啥正经有啦？我昨早也准备要困，我就听到迄三毒奇怪怪，我就念念念去，要看卖有啥物件，三毒一拍开，我就昏去啊！你咧含面呢？我偷盗，我问你，你有迄个梦游症？无啦，正经有鬼啦！恁哪拢不爱听我的话？偷盗的，那啥物时代，哪可能有鬼咧？都对咩？哦，安尼我知，你心肝内想讲要甲我困做伙，所以才会想这个恐怖，制造这个气氛，搁见都无成啊！我跟你讲啊，三，我咧想，
一定是苦啦。妥当的，你当是咧乌白讲啥？苦啦，哪有可能？我落去楼骹，才去拄着苦啦尔。哪有讲一搭骨啊爬起楼顶，甲你冲昏落去？哎，你安尼哦，笑的啊，我爱插你啊，我要来困啊。好啊啦，妥当的，你莫搁黑白想啊啦，较早困的。大新婆，我来困啊吼。你进去，你进去。小玉啊，我知。好啦，唔免惊啦，若有代志吼，师会处理，啊？去困去困。师。啊，但是搁安怎啦？师，你敢无感觉奇怪？奇怪？我无感觉有啥物奇怪呢。放心，做你去困。若有代志吼，叫一声我就来啊，啊？去困去困。师，但是搁安怎啦？我若叫你来紧过来呢吼。知啦，啰嗦。啊，等你毋困，你是搁倒出来要创啥啦？我会惊。哎哟，当你是伫咧惊啥话？大家拢袂惊，干那你咧惊？紧去困，紧去困。师。去甲阿呆困。你一下叫就困去，唔好困。来，我来甲你困哈。好，真好。真情红衫滚头嘛比过日，可爱小阿娘今年是几岁？请问阿娘啊，不知家翁也陪。你还无去？阿仔无去啊！小玉啊，阿仔无去啊！阿仔无去啊！什么代志？阿仔无去啊！阿仔无去啊！阿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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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是过来安怎啦？我是安怎啦？但是阿仔有啥物通惊？你是走倒去啊？我去医校啊。以后，你去以后嘛是人当天一下人死家做你无，叫是你叛逆啊！啊，这款代志敢有咧烧招的是无？好啦好啦，莫搁吵啦，家己无胆，搁要共怪。好啊好啊，小玉啊，去困去困。好，晚安好。好困啊啦。好啊，啊，毋通搁大细声，你毋困，人别人要困。好啊。实在咯。哼，你有够无胆的呢！拜拜，晚安。哼。你要死啊！啊，你唔去困，你对我做啥？你对我什么创啊？我都要。哼。
我这哪加食枕头？哎呀，啊，你枕头摕轻了要怎？哎，参详一个啦，互我甲你做伙困啊，吼。袂当啦！互阮困一个啦，无胆拖动啊，一声惨咯。这间充满神秘的古厝，其中暗藏什么阴谋呢？大金婆敢有法度来应付呢？敬请明仔载共这个时间共收看大金婆串江湖。爱情亲像一阵风，来无影去无踪，予我车用，予我悲伤，予我怨叹在心中，害我将油问来找真风，也是对袂着伊的行踪，是我误。